是日戰車，耶！一早醒嚟嘅沙溪古鎮真係好療愈啊！成片綠野悠悠，因為大部分嘅農耕咧都係種包粟為主啊。沙溪古鎮 Day 2，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一啲餐館咧就藏匿喺裏邊嘅，包括呢一間。咁我見到啦，就喺網上評價相當高嘅一個米線鋪，揸着錢銀嘅小摩托就嚟到呢邊享用午餐，實在太有誠意啦！呢一個米其林推薦嘅米線，冇錯啦，今日我哋食嘅係米線啊！哇，啲米線好有儀式感，確實係靚嘅，咁而且好澎湃嘅，呢個地方好靚，地方好靚。無論室內或者戶外都係非常舒服同放鬆㗎。呢個地方其實距離沙溪古鎮最旺嘅嗰區咧，如果步行都係10分鐘左右嘅啫。咁價錢上咧係貴少少，不過我覺得物超所值，可以試一試。一套電視劇嘅成功真係可以令到我呢一個身在萬里之外嘅外國人都知道去有風嘅地方就要揀沙溪古鎮，喺呢邊逛一逛行一行真係極度舒服，再加上可以飲杯咖啡就好正啦。食完午飯循例間飲咖啡啦，今日揀咗間咖啡館，係有一條小巷嘅隔離就有呢個位，我覺得唔錯。唔想排長龍嘅話，其實喺沙溪古鎮裏邊都仲有好多咖啡嘅選擇嘅，都係非常舒服噶。好啦，下晝嘅時間咧，其實呢一辣嘅商店街啦，或者係體驗街咧，都可以睇一睇、行一行、逛一逛，甚至乎如果中意一啲揸環嘅朋友咧，都可以喺呢邊進行一啲小活動嘅。呢邊基本上每幾步咧就會有一間令你好驚豔嘅咖啡館或者係小酒館嘅，就好似呢間咁，佢樓下可以坐嘅，不過樓上呢個位真係冇得輸啊，非常咁舒服。好啦，飲完咖啡再飲嘅咧就係酒啦。想睡覺啦。好唔生性飲酒咁早。呢一間呢個唔錯啊，你講呢個。好似 whisky 咁嘅。whisky 咁嘅呢一個，然之後桂花啤酒。本來老闆咧拎咗呢一個 free 嘅蠶豆俾我嘅，但係我唔食得蠶豆嘛，所以老闆攞咗私伙嘢啊！佢空偷媽媽炒俾佢嘅呢個花生米啊，送走一流啊！咁嘅老闆真係不得了啊！嚟到沙溪古鎮，如果你係住返2晚嘅話，最重要就係秉持住一個信念，就係hea啦！喺呢個地方真係所謂出遊風嘅地方，可以令到自己慢活落嚟，成個心情都極度輕鬆愉快，又或者可以係放空，唔需要諗咁多嘅。晚飯時間，而家見到咧天色仲非常之光嘅，其實已經7點啦。今日我哋食嘅咧就係呢啲燒烤，呢度有好多款嘅，咁我哋就係嗌咗呢啲，好，就先這樣，謝謝 ，OK， 好。這邊雲南沒有海鮮的，哦，是，都是凍過來的。明白，對，點睇都唔似晚上8點啩。3日2夜留喺沙溪古鎮呢個選擇係正確嘅，尤其是騎着親愛的小摩托周圍逛一逛，成個心情咧係更加嘅充滿電啊！尤其選擇住喺呢個地方，佢能夠 filter 咗我一啲好唔好嘅一啲諗法啦，或者負面嘅諗法啦。好啦，返自己住宿，再飲多2杯，去等待呢一個聽日嘅到來，因為旅程明天會更精彩。